嗱，今日同大家記錄一隻鹿爺嘅白底青，因為佢白底青咧係比較窄啲嘅，佢揀嘅特登揀呢隻嘅係佢寬度係只有11嘅，11都未夠，大概起步出嚟係10.8嘅上下嘅。嗱，兼且咧佢個底裝係比較乾淨，因為特色咧其實喺邊上嗰度嘅，一陣間我加工嗰時咧我盡量將啲色收喺眼面嗰度睇下收唔收到。嗱，佢成條上下咧睇起身咧就好乾淨，因為佢尺寸同埋條型同埋顯口啱啱好嘅，細顯口啊嘛，配窄型啊嘛，可能佢依家就能起步出嚟。真係只可惜初生之虎將你挑計。想當初太智慧。嗱，有一條白底青就已經做好啦，我哋一齊嚟欣賞下效果係點樣嘅。原本隻色喺邊嗰度喎，依家已經走翻上個面嗰度㗎啦。其實睇起身咧係好清爽嗰種感覺。嗱，我哋而家去睇自然光，嗱，我哋攞出嚟睇下自然光啦。嗱，自然光下咧，你睇呢個水路位特別通透，特別邊緊。喺自然光下你睇啲顏色，一眼好搶眼嘅。我呢度曬住太陽嚟睇，太陽光下好大太陽嘅啫。嗱，睇起身咧，成條雙眼嘅完全唔會失色或者咩嘅。因為佢底裝都係比較乾淨啲，都話可以嘅呢隻。嗱，如果你哋有冇睇緊呢款白底青嘅翡翠狀啊？中意嘅話咧，同老夫子打返聲，我要一隻，到時過嚟同大家講吧。